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咧係5月9號星期五啦。咁我同 Simon 李世民咧喺星期四咧都已經出咗一條片咧，係財經自由講2.0啦。咁我哋主要咧係歸納翻近呢2個禮拜咧亞洲貨幣一個升值潮，到底背後嘅理由係乜嘢呢？同埋折射出到底呢啲各國央行咧可以點應對呢？咁片段已經出街㗎啦。如果大家想睇咧，可以去翻李世民嘅財經頻道，咁可以睇翻相關嘅片段。咁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支持啦。咁今日都想繼續補充下咧，呢個美元霸權係咪出現一個終結嘅時候，而對港元聯繫匯率又會產生啲乜嘢影響呢？咁其實我哋見到，自從特朗普發動咗呢個關稅戰、對等關稅之後呢，其實美元霸權嗰個美元主導地位呢，我哋見到美元指數咧喺呢段期間呢，其實都累計咧係跌咗8%。咁當然8%就唔係好大嘅波幅，你講緊好多主要貨幣其實過一段時間嗰個貶值潮係更加大。咁但係以美元一個咁強力嘅貨幣喺呢段期間係特朗普上台之後，個美元地位係受到衝擊咧，呢個無疑咧係令好多投資者都事出意外啦。咁以致佢哋嗰個資產部署咧都要重新考慮。咁我見咧係彭博最新喺星期五啦都有報道提到咧，亞洲一啲最富有嘅家族咧正係削減緊對美元資產嘅規模。咁主要咧係因為關稅政策令到呢個美國經濟嘅最大體系咧係變得前景難料。咁其中咧有一個中國嘅億萬富豪管理嘅家族辦公室咧，已經係完全撤離咗佢嘅美國資產啦。並且將佢嘅收益咧係轉移到亞洲。咁而另一間歐洲最大嘅私人銀行啦，亦都講到啦，而家近期全球嘅最富有嘅客戶同機構拋售嘅規模咧，係過去30年嚟咧前所未見㗎。咁相信咧呢個更加可能係一個長期轉變嘅一個開端。咁另外咧，亦都有亞洲嘅銀行高層咧表示自己嘅投資組合入邊咧已經係剝離咗60%嘅美國資產，以表示咧係現金同埋黃金咧係更加安全。咁所以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見到金價咧係屢創新高。咁彭博嘅報道亦都指出啦，其實大約有10間管理住幾十億美元資產嘅超級富豪家族辦公室咧，都係開始減少緊凍結投資，主要係美股同埋美債。咁呢個咧其實都可以想像到，因為過一段時間唔單止美元指數回落啦，我哋見到咧美國嘅債券咧亦都係價格咧係顯著出現急劇嘅波動。講緊10年、30年嘅債息咧一度曾經係飆升到5厘樓上。咁債價同債息就係反比啦。咁換言之，佢哋持有嘅美國國債咧，基本上係出現一個大幅減值嘅狀況。曾經試過咧喺幾日間咧，呢個美債咧係跌價1成以上，呢個亦都係前所未見㗎。咁而家根據彭博嘅指出咧，其實呢啲家族都係富有嘅家族辦公室咧，都係可以話係身經百戰㗎啦。既經歷過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亞洲金融風暴、08年嘅雷曼倒閉，咁但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佢哋對美元嘅資產咧仍然係相當有信心。咁但係而家因為呢個關稅政策引發咗一個全球貿易嘅重新導向啦，以至係各國經濟係咪未來咁依賴美國呢，都係出現咗個問號。咁所以呢，佢呢啲咁嘅超級富豪呢，係正係計劃將2至3成嘅美國投資組合呢，重新調配到中國同埋歐洲。咁所以呢，就真係話歐洲同埋中國特別係包括埋香港嘅市場咧，都係一個所謂即係坐喺度都贏嘅一個狀況。咁呢個咧完全都係特朗普自己嘅經濟關稅政策混亂咧，而引發一個連鎖嘅效應。咁除咗話呢啲超級富豪啦，當然其實我哋見到各國嘅央行咧都係不斷減持緊呢啲美元嘅資產啦。當然唔係話全部要拋售佢哋持有嘅美國國債，譬如因為中國同埋日本都係持有最多美國國債嘅中央銀行，咁如果佢哋全一手拋售呢，當然亦都會連累埋自己嘅投資組合。咁但係未來係咪要進一步增持，甚至係分階段減持呢？呢個都似乎係
可以預見到嘅未來，甚至乎我哋香港金管局，我哋因為香港實施聯繫匯率，理論上我哋嘅港元係有美元嘅背後嘅支持。咁但係而家連金管局亦都提出咗啦，早兩日外匯基金公布業績嘅時候，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啦，亦都提到外匯基金咧已經逐步將投資咧由美元資產咧係分散到非美元資產啦，當中咧包括人民幣、歐元、日元同埋英鎊，並且會縮減咧係持有嘅美債嘅年期。咁根據而家外匯基金嗰個資產比例咧，其實由高峰期嘅超過90%咧，已經係逐步減到79%㗎啦。咁當然因為實施聯繫匯率貨幣發行局機制，港元背後持有嘅，因為基礎貨幣需要支持住聯繫匯率。呢一個外匯基金嘅部分咧係唔可以減少持有美元嘅，咁但係外匯基金嘅規模係相當之龐大啦。除咗係支持港元嗰部分咧，其實亦都有好大部分咧係作一個外匯投資或者係外匯基金投資需要持有嘅唔同種類資產，當中既有美元，亦都有其他嘅主要貨幣。亦都有持有唔同國家嘅債券，同埋一啲所謂增長組合，主要係投資一啲唔同嘅新嘅一啲科技公司啦，以至係一啲房地產項目。外匯基金係有揸房地產嘅，不過就唔係揸香港，佢係揸譬如係外國、英國以至係澳洲嘅一啲資產組合。咁呢個就由專業嘅投資基金經理去負責嘅。咁你見到咧，連即係金管局都開始考慮佢一個去美元化嘅策略。咁呢度見到咧，其實都係要保障自己外匯基金未來嗰個表現。根據路透社之前有啲分析亦都提到啦，其實而家整個亞洲主要嘅經濟咧都出現咗一個拋售嘅美元潮啦，導致我哋之前都提過。包括台幣啦、新加坡元啦、韓元啦，以至人民幣都大幅升值。咁呢個咧趨勢咧，根據路透嘅形容咧，同亞洲金融風暴期間資本大舉撤出亞洲咧，就啱啱相反，認為係一個逆向嘅亞洲金融危機。咁但係呢啲國家正如琴日Simon喺個片段都有提，財經自由港2.0咧，貨幣升值，央行要作出干預咧，其實相對上嗰個成本或者代價咧係相對低好多，因為理論上佢只係用本國發行嘅貨幣咧去承接外來流入嘅資金，特別係美元，咁所以呢個基本上咧就唔需要話有一個底線，而唔係同自己本國貨幣貶值咧，呢啲央行需要動用自己外匯儲備去捍衛本國嘅貨幣咧，就完全相反。喺咁嘅情況之下，係一個 happy problem 啦。咁所以當然背後要考慮就係會唔會引發到一啲所謂資產價格泡沫、通脹嘅危機。咁但係暫時呢個狀況都唔明顯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以而家亞洲最大嘅美元儲備咧，都係集中喺內地啦、台灣啦、韓國、新加坡，講緊嘅規模都係數以萬億美元計嘅。咁其中單係計中國銀行體系嘅美元存款咧，已經逼近係1萬億美元，係3年嘅新高。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如果美元資產個美元霸權真係出現咗動搖，我哋都不斷分析過㗎啦。因為以往美國就靠一個美國貿易逆差向全世界買佢需要嘅商品。但係代價咧就係用美元找數，咁於是全世界咧都需要持有美元，咁變咗咧係美國嘅財政部就可以不斷發行美元債券、美國國債咧，係令自己個經濟體系以至成個政府嘅開支咧係可以不斷擴大。咁但係如果呢個去美元化成為一個趨勢，咁變咗咧就係會對美國未來經濟咧係出現咗好嚴重嘅干擾影響。咁講咁多咧，講緊美元霸權係可能會出現一啲變化啦。咁我哋講完作為聯繫匯率同美元掛鈎，咁對香港又會產生咩影響呢？我哋記得喺80年代將港元同美元掛鈎咧，其實主要係當時一個前途信心不足，因為要回歸啦，咁所以避免咗金融體系嘅震盪啦，所以港元就同美元做出一個掛鈎嘅動作，係當時用一個7.8港元對1美元。咁呢幾十年呢，當年聯繫匯率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嗰個發展呢，係舉足輕重。
咁但係而家當美元霸權可能出現逆向，甚至乎中國可能會挑戰呢個美元霸權地位。咁香港而家目前再同美元做一個聯繫匯率，到底仲係咪一個必須或者係最有效、最有好處嘅一個貨幣嘅掛鈎動作呢？呢個問題呢，其實當然政府就唔會提，金管局亦都唔會提嘅。佢哋仍然都堅信對外聲稱啦，聯繫匯率對香港係最有好處嘅。咁但係如果當美元嗰個結算地位，以至係使用用途開始喺全世界逐步係開始被削弱，咁香港仲同聯繫匯率掛鈎，其實背後唔好講單單政治理由啦，即係而家香港要同中國睇齊啊嘛。當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減持佢美元資產嘅時候，香港係咪應該跟隨國家呢？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當美元持續貶值，而喺國際上結算貨幣地位係開始減少，到底港元仍然同美元聯繫匯率做掛鈎，背後到底我哋仲會有幾多好處呢？更加唔好講就係因為而家特朗普要打擊中國啊嘛，咁其實好大機會將會未來咧由貿易戰演化成金融戰，對成個經濟體系、金融系統咧都會產生翻天覆地嘅改變。到時會唔會美國政府真係會因為要盡快打贏呢場戰爭，包括會向香港嘅聯繫匯率開刀？包括不擇手段咁係打擊香港金融市場，甚至乎最近我哋見，譬如美國國會轄下嘅美中經濟同安全審查委員會啦，早前咧亦都發表報告，當中咧港元受威脅呢個環節咧，亦都係質疑緊金管局維持港元同美元掛鈎嘅能力。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如果我哋未來仍然要堅持只係同美元貨幣做一個掛鈎嘅動作，呢個係咪真係一個最有效嘅好處呢？近排我都成日諗緊呢個問題。咁當然即係我唔係話一下子要脫鈎或者係要改變聯繫匯率，因為嗰個震盪咧會係相當之巨大。咁包括咧係對大家嘅資產市場啊、持有嘅資產啊，可能會出現一個好龐大嘅拋售。咁但係會唔會考慮係用一啲備用嘅方案，包括將港元變成一籃子貨幣，包括可能係歐元啦、日元啦、英鎊啦，甚至人民幣掛鈎呢個動作呢？其實變相呢就係類似而家新加坡嗰個貨幣發行局嗰個機制，基本上就係一籃子貨幣嘅掛鈎。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更加理性嘅選擇呢？咁當然中間個過程，如果稍有操作係不慎，引發咗金融市場恐慌呢，個後果可以係好災難性嘅。所以我亦都唔係話而家要執行呢個動作。咁但係而家重新去考慮聯繫匯率嘅定位呢，我相信係喺某啲最高層金融界入邊呢係需要考慮，亦都係避免咗咧香港未來咧因為美元霸權沒落，甚至乎係美國特朗普用一個金融戰去威脅中國咧，可能產生嘅一啲不良後果啦，呢個係需要大家關注住㗎。咁呢個問題呢，我會繼續思考啦，亦都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討論嘅，可以喺下低留言。咁我哋可以再仔細啲同大家傾下，到底呢個問題未來可以點發展。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下星期再會。